是那个就是骑摩托车来回游那个，对，来回跑的。这大摩托能上那车吗？上不了，太重了，他这车有800多斤。那下雨了呢？下雨穿骑行服。在图们江骑过来的。从北京先去的那个草原，然后去库布齐，库布齐完了又奔的本溪，然后又奔的这边。哎呀，我在网上照哎哎，看不见我。您只照了我的，没照着您啊。您这合影没有您啊？不在这儿啊，在这儿照了。我站这边了，个儿真高，个儿真高。这2个人。这点中间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好。走到哪就休息吧。会休息，走个200-300公里，因为我是带着父母一块儿来，所以说中途会休息一下，加个油啊，喝个水啊。他带着父母骑这个车来的。我父母开车。可以。好吗？好，客气。那我就先撤了。哎，声音稍微有点大，那个，这个准备，因为这排队声音稍微有点大。你好，走吧。